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。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来到越秀组首轮汇演第3场的直播现场。首先为您介绍本场评委，他们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孟丽英老师、越剧名家张伟忠老师、越剧名家陈飞老师。欢迎3位评委的到来。本场共有11位选手先后登台，同时我们的网上投票通道也已经开启，一直到最后一位选手表演结束才关闭。本场如果得到票数最高的选手处于淘汰区，那么他就可以升入待定区。如果该选手已经进入了晋级区或者待定区，那么结果就不改变。首先登场的是26号选手史彦斌，他来自于上海越剧传习所，宫花旦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碧玉簪归宁》。孩儿啦，今日为得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多子几日，一切由我亲自照料，你就好好养些身体。今夜就与为娘同堂，我还要与你谈谈家长里。孩儿啦，来。启禀夫人，姑爷差人送来书信一封。哦，姑爷说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儿啦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延续怎么倒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用女儿查书。延续书信到来，为了何事啊？母亲，心中别无他事。只因婆婆年迈，父身侍奉，官绅都说要我做伴，故儿将女儿嘛谁叫委屈？哎呀，孩儿啦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多则几月，少则半月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得为娘书信一封，把延续接来同时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今日官绅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该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孩儿啦，想你嫁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
有娘家了吗？女儿今世不为，只恐夫妻受。我留你一想，谁要害你夫妻死活？此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倘若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难道你母亲，你也要委屈不成？母亲，娘
你要委屈，你要委屈，便是为娘当初不生，当初不养，你以我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。母亲亲生女儿百变26号选手史彦斌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，恭喜史彦斌进入晋级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7号选手周丽丽，她来自于温州市粤剧演艺中心宫花旦，展示的剧目是《西厢记》《烤红》。红娘，红娘，这般时候，老夫人唤我来，莫非夫人已识破西厢之事？她若拷问起我来，欲叫我怎样回答？红娘。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先生还不与我跪下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呀？红娘，你知财吗？红娘不知财。小先生万事不知财，谁叫你夜半三更为我小气到花园里去？红娘不曾去呀，不曾去。红娘是与不管其心，谁前来？快啊，前来！
策万余类，凡事谦虚，也跟我同家法，以小民安乐。你不生我打死你这小贱人！你与我讲。娘那份与小姐怎么样？也说是赢了正身做什么？我与小姐演将军什么？他是姑姑迎一句，要到西厢去那你们去了没有？去了。我等我的言语，你们去反儿做什么？问儿嘛，虽是问儿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你们去问儿，那张生说些什么？他是夫人将恩放着谁？今朝小生在奔跑上西北雨。这以后呢？小先生万不夸生。他是红娘林先生，先生，那么小姐呢？小姐转天落哎呀哟，你这个小先生，他一个女儿家夜半三更，你叫他老儿做什么？老儿做什么？我也不晓得叫他老儿做什么呀。这以后呢？事情到这里完了，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呀？小先生万不夸生。月儿在上，泪上泪，早已怎样黄昏常言道与他不中人，其间有比苦在居。夫人啊，你的忙虽是且放谁，得把须知你且把须。已经都去了，都去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红娘夫人把这月期，月雨来早已尽两相天哪！我堂堂相国府，竟为成了这样责怪罗绸的事。得我把这情事拿到官府去，老夫人，你要告谁？告长生，这事怨不得长生。也怨那个不杀手的先生。也怨不得小姐。这都是你这死丫头一生之过。哎
了哪个？这都怨你老夫人。怨我？夫人在高道官府，夫人身上陷于3个不是。我还与3个不是，我问你怎样？夫人呐，当着君为不就是你人面对3把神童许婚大马将军正为妻，献上掌声一同好姻缘等一天美丽，你家是一个好的会见子，夫人啊，杀到东平北何事？你言而不信，去男子。儿你曹福儿与方福儿，一类总是这些相子，谁是这冤狱宽姑娘的边？雷我是家不念，你与不是。这3被盗御史问婚事，是谁家的千金办了事？但那是夫人中莲花人，你将我以为得嘞？岂不是说么了相国的家一笑27号选手周丽丽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周丽丽进入了淘汰区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8号选手陈丽，她来自于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宫丑行，展示的剧目是《春草闯堂追春草》。陈茶，此案关系重大，本父我是放心不下，我要与你亲自前往相府问过小姐。你要亲自问过小姐呀？那你自己去问吧。慢，陈茶，是你当堂认的亲，叫本府托之以诚，同小姐。哎呀，我叹气呀！陈
前面带路吧。好好好。嘿，宽风
陈超，你不是能走的吗？哎呦！陈超，本府公安财神，你若不走，就要本老爷一声令下，说拿就拿，说当就当。你还不与我快走？陈超啊，本府我是心急之人，你还是快走吧。我家痛嘴不痛怎么办嘛？嘿，老爷，不，哎呦！好，你家痛，你就上轿吧。师傅老爷，快吩咐明路开逃吧。哈，跟明路开逃。总算到了相府，这次陈朝大计，请出轿吧。师傅老爷，你就在此
28号选手陈丽展示完毕了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，恭喜陈丽进入了晋级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3场汇演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票数情况。目前获得票数前3甲的是王伟佳、史彦斌、费新平。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淘汰了，将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。欢迎给您喜爱的选手投上宝贵的一票。好，接下来登场的是29号选手周丽，他来自于温州市粤剧演艺中心，龚小生，展示的剧目是《周人哭坟》。就用力监测小子，监测打死小子，弄死他，打死他，弄死他，弄死他。救生兄，回报圣上，一起登上，献于那年层。我来请起他，他此次未曾。4分。
我被众人所骂，众人都打，我虚亏那点生死功夫。妻呀，你在哪里呀？妻呀，你在哪里呀？李父屠杀夫人之母，尽是你命令。多少夫人？多少夫我那求死的眼睛！你可知站在青天茫茫大地，幸福尘土，可情。相思
29号选手周丽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。3、2、1，恭喜周丽成功晋级。接下来登场的是30号选手陈燕，她来自于绍兴小百花越剧团，宫花旦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烂柯山痴梦》。新任魁骑太岁资满镇老爷醉马上阵呐！资满镇，快进太岁！是不是我听错了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新任魁骑太岁资满镇老爷醉马上阵。
夫人，下官特来迎接夫人。你呀，就是你呀！哦，爷爷文官牙牌在此，文官牙牌在此，文官牙牌在此。宝马早已等在门外。香草宝马，是啊，香草宝马香草宝马，等在门外。香草宝马，香草宝马，香草宝马，香草宝马。你晚上等我这个末将吗？我也是太岁夫人。什么太岁夫人？不要不来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与我脱了下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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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杀了你！不要不来！走开！走开！
将去了。哦，来，见我凤冠。哦，来，见我下配。哦，来呀！30号选手陈燕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。3、2、1。陈燕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好，接下来登场的是32号选手王伟佳，他来自于浙江越剧团龚老生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祥林嫂林钟》。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啊！姥姥，老板说得对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阿毛娘。我一平啊海里上见从，你受苦从报得受啊家。你是这些做什么？十指旁贫贱夫妻
情同到老，有才子半途将你聘讨。老爹，阿毛娘此经与你须归去呀！姥姥，姥姥，老爹，你母子怎样同死光？有见你破两肩发一身。阿毛要你呀，好抚养。姥姥，阿妈呀，不要哭，我死了之后，大爸会照顾你们的。快去把阿毛叫来，叫大爸磕头。阿毛，不见了！姥姥，阿毛不见了呀！狼图小儿啦！狼图小儿啦！阿毛，去哪？快跑！
男子草。我们的阿毛被老去了，老了，我们的阿毛被老去了。阿毛弟，姥姥，阿毛弟，姥姥，阿毛弟，姥姥。32号选手王伟佳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，王伟佳进入了待定区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。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回到粤美中华粤秀组首轮汇演第3场汇演现场，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排名情况。目前排在前3位的是王伟佳、史彦斌、费新平。本场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淘汰了，那么他将获得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的权益。
欢迎您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投上一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33号选手陈盼盼，他来自于南通艺术剧院《宫花旦》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烂柯山痴梦》。新任会稽太守资买臣老爷醉马上阵呐！资买臣，会稽太守，资买臣，他做官了？不，是不是我听错了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
真情的堂堂，真情的堂堂，富得门。记得那年出家爹娘大军苦兵逃日一安配马，爬开到老，才是夫妻心。如今我一女儿家亲不生，早经无处算的神，总算他自埋在谁来我？与真爱心里的度与水，谁曾把挂脸先生爱夫妻病，定落得半生错觉，千古万年。想到此今生万传身边送悲戚情，我一个愿意33号选手陈盼盼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陈盼盼陈飞老师给他亮了一盏灯，那么陈盼盼还是进入了淘汰区。接下来登场的是34号选手费新平，他来自于余杭市余杭小百花越剧艺术中心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白蛇传》断桥。啊
为不给苍天上死
苍茫。哎呦！哎呀，天哪！许仙，啊！34号选手费兴平展示完毕，有请评委给他亮灯。3、2、1。费兴平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35号选手杨萌霞，她来自于南通艺术剧院，龚小生，展示的剧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十八。做家长放映台，我心欢喜。
去了18里相送到长亭。也是回忆往事，我有心有情。他曾经梅花吐露曾相惜，我恰像你所抹掉不知情。不知情，擦了身，过了关，他分身教父为妻。把他看，过了一番，又一番。家有满班等我看，下了山，不知道他真是自当鸳鸯配真山。爱对我，哎呀三不呀，三不呀。
他真是对你弹琴，这女就是我两兄长。谢谢儿顾不了他的美心肠。想不到九妹就是应得女郎。应得他盼我花轿早早到，应得他盼我两兄长叫自己。35号选手杨蒙霞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杨蒙霞进入了淘汰区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。
若仅一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3场汇演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票数情况。获得前3甲的选手是王伟佳、史彦斌、周丽。本场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淘汰了，那么他将获得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的权益。欢迎您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投上一票。接下来要登场的是37号选手徐华乐子，他来自于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，龚老生，展示的剧目是《李娃传·择子》。喜儿为后生，我小儿冤枉，你见了为父，你我不抬起头来。孩儿哥哥，你叫我抬起头来。孩儿哥哥，你叫我抬起头来。孩儿哥哥，你叫我抬起头来呀！父命呐，下来信与你作伴，你临隐寺妻子夫，真有一情。难道是这些年你深疼我也？官家自走颠手祖先，你做父臣为国，走都差远。
死子在下前哦。弟弟，你快点回府。你连亲娘里都去了啊！好，你讲，弟弟。在哪里舍得？才剩下你这个所门怕父的子孙，你一两有金，富可再值千金；进口富靠，你外口再等下口。司机。不但迷恋一个烟花女子，今晚想娶她为妻。你把我怎么放纵？子女后听也。我怎么岂不算将子孙素相离你平等，父为一生独断正，私自可以对孤生。常在所在立法理，从一层上天。爹
37号选手徐华乐子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徐华乐子进入了淘汰区。本场最后一位选手是38号选手胡红红，她来自于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，龚小生。展示的剧目是《珍珠塔跌雪》。满天风雪不耐移，看似最怕茫茫一望无际，前无称后无苗，苗无生意，沿着官道淌河水。飞进松林，苍天天哪，可叹你不公理，帮着那死里姑娘打成亲。我饥寒交加，生无力，忙想起宝中外语观点心，我何不参从佛中经？不可啊！表姐她金针观点小我娘，我怎能替翁老母先从今？娘啊，如今我是财中毒，倒不是放空九娘莫生气。来云堂寺院有才儿。
再望我心牢记，这官店乃是陈家物，我宁可我是自保义。哪里走？留下卖路钱！我的病患之身，哪里来的买路钱呐？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？包裹中乃是一包官点心。难道还要我亲自投诉不成？让我请你打开框框，就是了。快打开！朕知他。黄昏生在怕雨飘，朕知他。你名称官店安藏之堂，祝我放心去赴考，谁知我逞穷气度翻身你精算怪你两太香，此情深落怎知他深情后你难报。
怀心诚，思里破情思沧桑。今日我是异乡听，放假前走难逃。38号选手胡红红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胡红红遗憾地进入了淘汰区。本场11位选手已经全部展示完毕，您最喜爱的本场选手投票通道也即将关闭，票数最高的选手将获得淘汰豁免权。现在呢，有请我们现场的3位评委老师对本场选手的表现进行综合点评。我是弄西钱，我是弄西钱，陈老师。开路，开路，跟我们走。怎么还是我开路？我们就想到什么说好的说什么呗。两位老师，还是我先开路吧。我先说，这样子啊，今天看了11位选手的那个展现，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几点体会和想法。我先说一个，就是一个周丽吧，是温州的，周任那个课文这一段戏，我这么2天下来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段子。能让我感动的，就是这个戏。这位选手，他在体现的当中，整个表演的当中，完全进入在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。你看，我们说同样的动作，同样的一句话，你这个演员如果说完全进入到把自己忘掉了，进入到了角色里面去，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。这位演员在演，比如说看到了妻子的坟碑，自己的妻子，但是他又不能叫出来，那种压抑打动了我，我不自觉的流泪了。对，我觉得这就是演员，这就是演员的表演的那个魅力的所在。这一刻我也是觉得，就他特别是指出去以后，然后是抓着那个手刀，在这个时候特别能够感动人哦。是啊，我觉得我们演员在舞台上体现人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控这个人物在这个规定情景里面的所有的唱、念、表演的内在节奏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把节奏把控准了，人物的内心的生命情处的东西抓准了，哇，你体现的就是人，我们就会感动了，我们观众也会感动啊。那个孟老师，您说是？对。所以说今天下午这位选手的表演，我觉得可圈可价，我觉得可圈可点可嘉。对个，我觉着伊无论是动作技巧，或者伊个唱，我觉着蛮符合迭个人物个。迭个一点我觉着最可贵啊！作为一个戏曲演员，对，有上次为耍技巧而耍不来塞，的。你看他为唱而唱也不来塞，迭个么子一定要假，那么侬迭个人物就出来了。是的，的确像侬刚刚讲的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个周丽她在表演这一段周人哭坟的时候，她对那个整个戏的那个虽然说10几分钟这么一个折子戏，但是她把整一个片段的那个人物在这里面的节奏把控的非常
有那个节奏是张弛有度，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得的，而且他甩法也比较干净。是的，是的。他是逆时针那个甩的，这个可能是就演员自己个人的一些习惯，但是就是说，不管你是顺时针的还是逆时针的，至少就是让我感觉就不累。看了以后的话，我觉得很轻松，感情连贯着的，对的，没间断过。对，这点不容易。我感觉到他做到了是心中有人，也就是他在舞台上体现就是心中有人，就是我心中的就是这个人物周任，而目中无人了。什么比赛场合啊，或者什么前面有哪一个老师啊，或者领导啊，或者是什么人啊，没有了，他完全进入在那个戏的规定情境当中。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员啊，一定要向他学习。我也不认识这个什么周礼，但是今天这场那个展现，让我深深的记住周丽这个名字。对，我相信啊，我们的广大的观众啊也会记住他的。我们要多学习这种好的体现的这个段子啊。我再讲一个第二个感受，就是演小丑的我们那个是绍兴啊。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。小丑是我们戏曲祖师爷唐明王的化身。我们唐明王是我们戏曲的祖师爷。但是一个演员要演好小丑，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。我今天看了我们这位小丑非常不容易，特别是一位女的小丑。对。他一点没有让我感觉到老丑啊，没个很干净，很潇洒。关键一点，他给予我了一个愉悦。我们说，丑角要带给观众的是有一种愉悦的感觉。你看他的动作的体现是夸张的，但是夸张的合情合理。表现的时候呢，也是非常有分明、也有层次的一个节奏。所以说，这位演员让我也是。比较感受到那个可圈可价的，非常不容易。那我们戏曲，我们越剧，我们说从行当这个角度来看，是吧？小丑演员一般呢是都不太去触碰，特别是女演员。那么我想这位演员也真的不容易。我作为一个老者的话，我要向这位演员学习的。因为我打断了。没关系，我还要再谈一点。我作为，因为孟老师啊，陈飞老师，我是男演员。对。我作为一个男演员，我特别对男演员。男宝贝。对，也不是宝贝了。我觉得男演员应该肩上要肩负着更大的一个责任和胆子重担。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能达到一定的艺术境界。今天我看到了有唱反派的王维佳同学，还有昨天我看到了那个演那个潘侃成同学，我觉得呈现的都很不错啊。但是呢，男演员要在越剧舞台上，要让所有的观众和老师全部倾倒。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担当。我今天就说王维佳这个同学吧，孟老师啊，喝老料要在临终死以前这一场，维佳同学刚刚有一个表现是错误的，在哪儿啊？他说，我也是，陪你。上街中这个表演啊，你看错了，轻了。他这个是喝老了一想啊，5年来我一直来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你呢，却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孩子这么多，他是应该是很爱惜的喏，去抚摸上街中是这样子的。怕了不是人关系啊，弄错了啊！这个我希望它也是一种诅咒。所以说，因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所有的，哪怕一丁点的小动作啊，
观众的眼睛是张张亮了，你逃都逃不过了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说他那个枪拿着了，枪拿着他不是推出去的，他这个枪拿着是站不牢了，杵着啊，他不自然的呢下去了，难支撑。所以说，伟强同学不要气馁，要慢慢的回放，演出过了回放一下，我哪一个地方是对的，坚持下去；哪一个地方还需要提升、提高，哎，这才能够做到更棒。当然了，就是潘凯生同学也是一样，男同胞啊，不要气馁。我们这2位同学是不是待定啊？是待定，只要还有机会的，只要那个坚持自己对艺术、对我们粤剧的执着的追求和敢于牺牲，我相信你们的明天应该是美好的。那同样呢，孟老师，我也想告诉像今天，没有进入到或者下一轮啊，或者淘汰的选手啊，我觉得也没关系，同学们。参与是最重要的，你亮相了，你就让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了你呀，你已经呈现了你的自我啊，有什么遗憾呢？不遗憾，这次不行的话，下次再来。那当然了，千万不要学习，我觉得学习足球队比一次输一次那不行，一次次来，一次次进步。我想你们肯定会成功的。我就是说到这儿，你们讲了老前面，我补充一点好不啦？就是讲这个那绍兴小百货个小抽口成立，我觉着是搿能个，的确像侬刚刚所分析的，女演员做小丑是不容易的，而且这个自己长得很美哈，在台上去画一个白鼻子，觉着是不是好像糟蹋了一样的意思？其实不是的，阿拉个戏曲了，身丹情脉丑，不能少一个。特别是花旦小生是普遍性的很，后头的是少，特别是小丑。小丑这个角色更难演，女小人去演了，好像是难为他了。是的，确实难为伊了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觉着搿个一点来讲不容易。阿拉个很希望搿种个行当啊多出来。侬想一出戏光靠一个花旦小生来三个，不来三个，缺脱一只角个，搿个戏演勿好个，葛末就需要阿拉其他个行当，是伐？小丑啊、老生啊、老旦啊、花脸啊各方面，那么搿出戏会得更完美。所以看到迭个一些行当出来是伐？心里老宝贝伊拉个是那千万不要感觉到做迭个行当勿灵光。侬做得好，同样有出息。对，我完全赞同这个。为侬点赞。真的，点赞。对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是的，演员没有角色的大小，只有你在舞台上把人物体现出来了，你就是一个伟大的演员。阿拉从前老院长吴春在讲，只有小角色。只有哪能？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侬到舞台上去是伐？所以阿拉过去上相当强调这个综合性，一个两个好有啥稀奇？不稀奇。所以讲搿个一点，阿拉从前有啥子做龙套辰光也随随便便的呀。孟老师，我呢22岁也演过小花脸，就是王郎夫抢亲。那当时我的老师毛贝清老师跟我讲，他说薛剧啊，你要唱好小生的话，必须要唱小花脸。我是唱小花脸，不是小丑。但是这个我后来去努力了，对我后来演小生确实有很大的帮助。但这是我了，我想，但是更可贵的就是今天，你们那个绍兴这个小丑，我觉得我呢今天这一场的那个大汇演呢，也是印象特别的深刻，就是有几点，一个呢是直接晋级的几个，我觉得史彦斌扮相好，
表演细腻，而且配戏的演员也特别的棒。这个就是整一个剧目的话，你要在舞台上呈现的话，它是一个整体，并不是说你一花独秀就是好，是要有方方面面的去辅助，去那个，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，周丽这个，我刚才张老师也说的这么仔细了，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1天2天的那个，他要靠舞台上的那个始终在舞台上站在舞台第一线，那个不断的演出，不断的实习，才会有这种呈现。这点我印象也特别深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基层院团的，然后我们也是在演出当中不断提高、不断进步。像小丑成立，虽然这个行当是一个小丑，但是我觉得他舞台上的角色扮相是丑的，但是他的心灵，包括他整个舞台呈现是美的。对，表现这个扮相是丑的啦。是呀，演出的人物是美的啦。对，然后他的帽刺功啊、扇子功啊，包括贴那个帽子上头，这些其实都是要靠平时的积累、要有平时的练。扎实的基本功。对，你1天2天是练不出来的。对。那么，至于今天被待定或者淘汰的，我觉得不要气馁，因为这个比赛是非常残酷的，肯定是有去有留，但是对走的就是被淘汰的，千万不要气馁，因为你们机会很好，通过这个粤美中华的这么一个平台来展示你自己，至少就是让你在全国的粤剧观众当中知道你的名字，知道你了，有印象了。这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收获啊。哎。然后是通过这次比赛的话，也看到别人在舞台上的呈现，对你会有所刺激，会有所提高。这个我自己也有很深的很深的一个感受。就88年的那个时候，全国粤剧青年演员大赛，我也是被刷下去了。我也是一样的，陈飞，我也是的。是啊。刷是没刷下去。我说这最后是一个银评奖，就是可能跟你心中的那个期望的有点差，有点落差。是的。但是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往更高的台阶。但是到后来的话，我就想，我为什么评不上呢？那肯定是我在这个呈现的一个层面上的话，那总归是我还没有做到更好，我还比不过人家。那我就这次给我一个鞭策啊，我就觉得我在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去努力，我去不断的去努力。我没泄气，再接再厉，所以今朝有神笔神灵，对不啦？因为我就是怀着一个，我想这样的话不行，我一定是要更加的努力才会。那么2年以后，就90年的那个霞飞杯，然后还是同样的行路的剧目去参加比赛，结果是获得了榜首。那我想这个只要是你在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去为这个人物去揣摩去练，必定会成功。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员千万不要气馁。那么今天我补充一点好吧？好。我讲的这个施一斌呢，今朝我看了相当满意。伊这个金牌，我觉着蛮全面的，无论是扮相、身材、感情、唱，我觉得很全面，交关开心，开心得不得了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关于那个演员在舞台上出现的差错了以后，如何应急处理。最后一段就是珍珠塔，叫吴红红的表演。你看一个强盗出来，对，或者导人留下，珍珠塔，他们听到了他呢是这样子，对，这声音已经听到了，他没有反应的，因为他还在做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，突然之间又想到下面一个动作了，发现一个强盗来了，这个是表演是一个规定情景里面的一个失误，可能是前面一个强盗的叫呢，可能会叫的早一点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也应急反应。哪怕他叫了，你首先第一个反应，这么荒郊野外，怎么会有人的声音啊？一边在记忆的时候，一边听到要早了，那这样子
体现下去呢，就观众在看了，哎，还是蛮自然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看了呢，对击没有反应，完了再抬头一看，人出来了，他白了，他一白。这就我们有时候演员啊，在舞台上，表演的时候、演出的时候，这种情况会出现。希望我们的演员啊，要注意一下，要有一种应变的能力啊。这个是我的补充。我再讲一点点啊，我觉着还有现在的大多数人的发声啊、发音啦，我大概比较保守啊，还是哪能？从前阿拉辣辣舞台浪向只有一只调动，迭个侬唱是真个要用足力气个，否则哪能听得到呢？对伐？但是现在有次搿只物事啊，我觉着有点害了伊拉，唱起来像浮萍一样，一点勿用气力个，勿用劲道个。侬唱了勿吃力，我看了以后，我倒觉着吃力死了，因为该用劲个辰光还是要用劲呀。对。勿能因为有搿只小活动，声音是出来了。是比阿拉过去还要响亮了，但情感是不到位。哎，迭个物事有点害了侬，哪能？我讲实质上来讲是应当比阿拉过去更加科学，对吧？更加好。现在那个科技又这么发达，哎，只能但是㑚现在好像唱起来浮了水面上头，感情勿出来了。搿个一点物事，我觉着㑚应当要注重哦。我也是，还有一点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，今天我们这一场，你比如说是那个33号陈盼盼，我印象当中是那个他是那个慈梦，音质是非常好听的，我觉得非常的清丽也好听，但是就是演唱的时候缺少韵味，而且表演上的话也是欠缺。那么，服装就是给我的感觉，你这个服装的话是平时在练功穿的这种，就是里向件 T 恤，侬讲。对呀，那个练功的那个水袖，而且里面的话应该要穿一件水衣，长袖，因为现在都透出来，所以我说是练功的那个服装，就看得出里面是自己的一件短袖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，特别是在这么大的一个汇演的现场，应该要各方面应该都要讲究。我们只有讲究，才能完美，才能有成就，能够更美的展示。就这一点的话，是跟也是希望，也对我们自己在演出的话，其实也是同时提醒我们自己，在舞台上的话，你千万不能将就，要讲究。这个是我也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体会。那么刚才那个张老师也说了，男演员其实在我们粤剧当中的那个粤剧的剧种当中的位置跟贡献，他们都是很大的。像我们韦忠老师、史继华老师这些前辈老师，在男女合演的这个粤剧的这个位置上的话，真的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所以对男生在舞台上演出，在粤剧里面的话，其实我也是有一点点那个偏向的，也希望都是把你们留在这个舞台上，一起来比拼。不要泄气啦，一定有机会的。那刚刚侬举了，比方讲职业的男女啊，阿拉越剧有个刘娟啊、史继华、张国华啊，还有我们当代的赵志刚。赵志刚。这个是没闲话讲的了，的确，所以讲好了，观众同样承认侬啊，勿会得就是讲男的勿灵，勿会个男演员勿灵。阿拉称男演员是男宝贝呀、宝贝呀，所以一定也要努力。希望㑚再出不断的出两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赵志刚，就是受观众真欢迎啊。孟老师啊，我最后还有个真实的心理。刚刚那个陈飞说了我男演员，我当时感慨万千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要告诉全体的演员们，特别是年轻的演员们，我们做人啊，这一撇跟一捺，
一撇如果说是我们的技能，而我们一捺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品德。我们不仅要在舞台上有一个高超的艺术，但是我们更要做好下面的一捺，那就是做人的品德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往德艺伤心这条高端的路上冲刺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对个，好，我们都期盼的啊。好，感谢评委的精彩点评。此刻呢，我们的投票通道已经关闭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网络投票、观众投票的结果。获得榜首的是王伟佳，那么王伟佳就获得了本场观众最喜爱的选手，我们要恭喜他。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粤秀组首轮汇演第3场的展示已经全部结束了。进入晋级竞演的选手是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史彦斌，来自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陈丽，来自于温州市粤剧演艺中心的周丽。待定的选手是来自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陈燕，来自浙江粤剧团的王伟佳，以及来自杭州市余杭小百花粤剧艺术中心的费新平。同样要恭喜这6位选手。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粤秀组首轮汇演第4场将于稍后的18点30分开始。那么我们的直播也将继续，欢迎广大观众收看。